后来，这个嘉义县的山区，台湾山猴真唱秋，下沿路西大街，阁会抢民众的食物。上界头疼的是，要收成的农作物，拢互山猴安尼喷，安尼滚架。阿里山一个乡亲准备要帮炮仔来赶猴，却颠倒互炮仔弹一个大埔往断去，加在无生命危险。救护车赶到位，赶紧停伫这台车的边仔，车顶的民众做伙将画面中这个查甫人甲扶落来，因为伊的手伤势真严重，大躯母已经蹦断去啊。那要透过燃放爆竹的方式那驱赶附近的猕猴结果不小心炸伤自己的手指头造成他右手有几处手指头都有撕裂伤的情形。阿里山乡这个查甫人原来是为了要赶山猴，才好跑碰着伤，互人送去病院急救。该县的山区最近几年来，山猴的危害真严重。阿里山往塔达这公路，山猴甲游客讨物件。我规定伫大路顶面，你算完全唔插只往来车辆塞车，大群让伊，互当地民众上头疼就是。走入去田园内面，算断农作物，即马农作物准备要收成好搞安尼一个母，会影响收成，所以讲唔再有人受出各种赶猴的手段。